高雄民农安顺坡嘅农村，希望本人归南门到流行时尚。伊咧睇民农台嘅时尚设计师王飞珍社团客家妇后结构运用睇流行设计项，唔单止做今年形象设计、体现商业展演，还睇学校教书，甚至接下舞台剧嘅整体造型设计。去年伊为音乐剧、舞剧设计嘅造型当中，都用加倍许多有老师味又创新嘅手法，也都创意许多如来自王飞珍从小睇民农村嘅生活经验。你眼睛也要画那个有点就是咖啡色，有立体感就好。指头后眼用的涂马豆或简单那种。眉头不能太尖，眉头太尖的话会让你的眉峰是圆的。那如果圆的，你的眉尾又太长的话，那个妆让人家视觉感觉会像吓一跳。是把调整方法，本人看起来很高调味。我们其实，在做发型的时候，很重要是这一块黄金点、顶点，对不对？黄金点跟顶点呢，尽量让它蓬。所以刚刚你在抓头发的时候，这里的头发不能被抓到，啊，因为抓到以后那边容易塌下去。用的彩条那么每半点重要的建议，来维持条那么造型过后蓬蓬松松。伊係整體造型設計師王飛珍，單人後見練習轉變人客打造經營形象。你要做造型之前哈，最主要要风格诊断。底下也个被造型的人，伊要起来，伊要扮演某个角色，啊，伊的个性以及需要展现的，还能某个优势安尼啦。嘿，啊，有要个一样做得一起对的元素，加以神通嘛，比如讲服装嘛，哈，啊，有妆跟发型，嗰些风格诊断，还能最重要的。配合服裝設計嘅舞台秀，每係廿一日練習嘅重點之一。服装本身是比较偏向时装的小单品，然后透过它的一些对花的一些概念以及延展的张力，你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时尚跟特别适合舞台哈。有兩用法做主題設計嘅衫褲為性別，設計團隊都嘅天本馬刀用蓬貼縫嘅粗線來做整體搭配。因为我们现在是要做庞克，所以它是要立起来的。很大胆的，那你只要在局部的地方奢华就好。摸一下被本單簡單流利嘅嘗試什麼嘢，路邊作為蓬劇、性格改等線嘅什麼嘢。讲到舞台表演，一路变到各种演员，好 model， 我们上去舞台扮演什么角色，或是一个我值就会放到一边，变成我要扮演另外一个角色。或是迄衫褲設計好，我哋都會依照衫褲上嘅表現的嗰種風格去做設計。啊，模特本身伊都愛想象講啊，伊個情境。表演用的，包括一个动作，也係講一個肢體語言安尼。無論係經營形象設計，也係體現商業舞台秀，如靠唔幫王飛珍，也當然亦係替學校開課，帶領學生嘅行業時尚行業。我嘛喺個教與學當中得到很多的樂趣跟成就感。嗰陣係見嘛，嗰度學生嘅表現幾好，我都會自己感覺講，哇，嗰陣人生就很有趣，所以。会享受一个过程啊，就他教我们很多不同变化，不管是妆法，然后尤其是妆，老师的妆真的很厉害。
然后就带给我们就是出社会之后，也有很多人走新娘秘书这个行列。对，就是朝各自发展都是有受黄伟正老师的影响。王菲珍係高雄美濃嘅行業，10多年前因為嘅機會行業也嘅行業，除了商業陣營經營操盤設計開口之外，王菲珍未接下舞台劇嘅整體操盤設計，而是喺2011年採訪我方喺國家劇院嘅東方戲樂劇場舞劇當中負責整體操盤設計，一條作品也係喺美濃客家文物館展出。斗笠做成一个帽胚，然后再增加两边的张力。那两边的张力，待会呢我会用那个就是做服装的一些裙撑的那种，我们专业所谓的鱼骨来撑它的外围的轮廓。江中人做田用嘅立馬都係王菲珍嘅屬項，運用野創意平平疊疊，就變作為音樂劇度協合嘅模位。唔過時未做出樣嘅來就好。還要考慮演員的武打、跳位時間，模位係唔係大嘢問？帽也是會下來的，可是這個地方再短的頭髮，我都可以這樣蓋過來夾。對，所以男生的這樣，我只用他這麼短的頭髮，他就可以在這邊被我夾住，可是觀眾是看不見的。對，所以他在這個弧度，他就一定在這個弧度，他不會這樣晃。他一晃，搞不好他的棍子一掃，他就是把帽子掃掉了。唔單止立馬，就連棍索嘅概念，要本地使用喺大家睇腳項嘅設計。因為直接用這個，他們的腳會摩擦到，會痛，所以我們這邊全部都是一小條一小條布，再重新再去做編織的動作，去跟這個接在一起。傳統貨房木匠佢接看到嘅雕花，要本意變到馬到嘅成功。王菲珍佢會用本土素材嘅淺火力，結合珠寶、衫褲、野雕，創造出無窮樣嘅流行時尚。野雕又復古又創新嘅想法，青島路係對王菲珍韓式世界睇農村豐富嘅生活經驗來嘅。假如常常就講，我哋客家話布做得改變冇，我哋咧毛筆客家專門做毛筆。書法的大師啊，嗰陣我常常跟我哋客家我哋頭擺生活的點點滴滴吼，融入我設計嘅東西。嗰陣因為講啊，生活地嗰度點點滴滴都做得在變做我哋設計一些元素啦。啊，就跟工人強人也係講啊，跟生活做得個結合。我本人感覺只有歷史文物嘅感覺。淳朴嘅美濃農村，改創屯時尚流行無碼嘅環境。古體美濃出世嘅王菲珍，沙屯客家農村嘅菜品元素用嘅幾好，打破嘅傳統嘅限制，打造出老市民屯天推感結合嘅時尚設計。以上錄係下禮拜嘅客家新聞插紙，感謝大家嘅收看。廿多年來，基因改造食品引來引導哦，農作物的品種因改變，甚至本跨國企業突降起嘅。故所台灣有農民團體同學者開始喺提倡從種移農，讓農民自家來保留農作物的品種，希望掌握種子嘅自主權。因應氣候變遷，也是得對環境友善。下禮拜六向下來關心，我哋再會。